眾黨的立委李正秀日前做直播，講新竹市長高虹安捌甲郭文泰收700萬。雖然李正秀當時有公開來道歉，但是昨暗伊是再度開直播，講這個事件的經過。就是到高市長前面去跟他說，拍謝哈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我還不是第一次講這件事情。我記得我之前在家長群裡講，然後那個數字又不一樣，我想說，哇塞，我真的對數字很不行，你知道嗎？所以這個以後就是好，不能講，只能特別我知道在立法院的時候，因為我會審稿的時候我會很嚴格，包括說一字一句我會很嚴格。可是這種直播類似數字，我以後都不要碰了。李正秀講，昨日開導的活動，伊有再度甲高虹安回釋咧。伊講當時的講法確實是有錯誤，但是嘛透露講，過去捌佇某一個群組講到類似的內容，但是數字無共款。結果伊這種的講法再度引發着討論。針對着李正秀直播爆發的爭議，民眾黨已經決議送中評會來處理。下晡李正秀嘛親身到中評會來說明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